自2026年2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有福气的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33章第1节到2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33章。上帝中央的人摩西要死以前，甲以色列人祝福话记伫下面。上主对西奈山来，亲像日头对以东起来，对巴兰山照光。伊带千千万万天使来，正手摕发光的律法予因。上主实在听万民，眷顾伊圣的子民，因坐伫你的脚下，听受你的教示。摩西用律法传予咱，做雅各会众宝贵的产业。上主做王统治以色列人民的领袖，甲以色列政治组组织庆祝。入面之组虽然人也少，原因继续生存无断绝。关系犹大伊讲，愿上主听犹大的祈求，带因甲别个支组重新联合。因为家己交战，愿意帮助因打败对敌。关系利未伊讲，愿上主将土地赐予利未，将乌灵赐予对你忠诚的人。你伫玛撒考验因，伫米利巴水泉甲因争论。因忠诚遵行你的话，坚守你的约，超过看顾父母，重视兄弟姊妹，照顾囝儿。因要用你的规例教示雅各，用你的律法教示以色列。因要伫你的面前烧香敬拜，伫祭坛献规只精生做烧化祭。愿上主赐福因的产业，接纳因的手所做的工作。遐个起来攻击因、怨恨因的人，愿意拍断因的腰，互因袂当阁起来。关系便雅悯伊讲，愿上主互伊所疼的，伫伊的身边安然徛起。上主规日保护因，互因伫伊的行程享受安息。关系约瑟伊讲，愿因的土地得到上主赐福，得到天顶的甘露，地下的水泉。愿因对日头得到丰收，对月亮收成土产，对古早就有的山得到保密，对永远徛在的山岭得到宝贝。愿因得到土地甲出产的保密，以及临在伫赐配的上主的恩惠。愿这个拢赐予约瑟，归伫兄弟中受竞选做领袖的约瑟。愿伊亲像头上生的牛犅，有大威严。伊两支角亲像野牛的角，将万国搭到天边海角。这两支角是以法莲万万的精兵，甲马拉西千千的勇士。关系西布伦伊讲，愿西布伦欢喜出外，愿以撒加快乐踮厝内。因要调集万族来山里，伫遐献公义的祭。因要吸收海里丰富的资源，甲藏伫山里的宝贝。关系家德伊讲，着称赞扩展家德领土的上主。愿家德亲像美地的师母，徛伫蜡物的前腿甲头壳。伊为家己选择上好的土地，是掌权者的份额。伊甲以色列的领袖做伙，
施行上主的公义，执行上主为以色列所做的判断。关系但，伊讲，但是少壮会使对巴山跳出来。关系拿弗他利，伊讲，拿弗他利，你得到充足的恩惠，得到上主满满的祝福，愿你得到西边甲南边的地。关系阿瑟，伊讲，阿瑟是上主上祝福的囝儿，愿意得到兄弟的欢喜，敢若油因伊的骹目。你城门的串是铁的、铜的，你为久长享受太平。以色列啊，无一个会当甲上帝比，伊对天顶帮赞你，伊坐魂显出伊的荣光。对古早就有的上帝是避难所，伊的手永远扶持你。伊伫你的面前将对你赶出去，佮讲甲因消灭。以色列通享受太平，雅各的后代住伫出产五谷甲新酒的地，天嘛降落露水互伊。以色列，你真有福气，你是上主拯救的子民，有倒一个民族亲像你？伊是保护你的盾牌，是你得胜的刀剑。你要征服对敌，要打因的骹只摒。有福气的人，每一个人拢渴望福气临到，但是对伫什么是有福气的看法却无同。有人认为有福气就是存款济、厝阁大间、身心健康；有人认为有福气就是工作顺利、家庭和乐、子女有成就。这个当然拢真好，也是咱生活中期待的祝福。总是这个敢是真正的福气是无？有一个单亲妈妈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和幼细的囡仔，兼做几若份工课，朋友拢感觉伊真辛苦，但是伊总是面带笑容，常常感谢上帝。有人问伊：“你安尼减袂忝？”伊讲：“虽然我真无闲，但是我知影主甲我同在，每一日拢互我快乐。”伊的话带来真大的提醒，真正的福气，毋是看外在，是踮心内确信主的同在。申命记33章记载，摩西伫离开世间以前，为以色列各支派祝福的话语。安尼的祝福毋是一般的祝贺，是来自上帝仆人的勉励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，因的福气将来毋是靠家己，也是对环境获得，是来自上帝同在甲带领。这段经文帮赞今仔日的咱重新省思，到底谁才是有福气的人？经文一开始，摩西回顾上帝捌伫西奈山显现，甲伊的子民立约，佮将律法赐予因。因为安尼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因诚做有福气的人，毋是因为土地肥水，也是军队强大，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。另外，对摩西为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祝福中，通看到，虽然各支族的人口角色无同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：上帝拢亲自庇护因，这互因诚做有福气的人。最后，摩西总结讲：以色列，你真有福气，你是上主拯救的子民，有倒一个民族亲像你？真正有福气的人，
在地认捌家己的身份是属上帝的子民，是互上帝拯救、竞选、带领的人。摩西的祝福毋单单是对以色列各支派的临别赞言，也是对咱每一位基督徒的提醒。今日咱也通成做一位真正有福气的人。真侪时阵，咱的环境无一定顺利，人生际遇也可能不尽理想，但是咱也会当认清家己是属上帝儿女的宝贵身份，心内深知有上帝同行甲保护。那安尼，不论伫任何境遇中，咱拢会当拥有真平安，搁带着信心甲望，继续行人生的道路。真正的福气，并毋是对财富、地位、名声，也是人脉资源来的，是知影上帝甲咱同在，因为上帝是咱的庇护者，是咱的避难所甲盾牌。因为安尼，无论经过关山还是坎坷，咱拢会当靠伊安稳徛在。默想，假使有人问你感觉家己有福气无，我会安怎回答？假使有人问你感觉家己有福气无，我会安怎回答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用慈爱的手牵带我，用你的大能保护我，互我会当安稳伫你行前，每日活出有福气的生命见证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